依那个说在那个乘客的那个立场上的话，它是多了一个可以在那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那个可以去那个来招呼车辆。那当然了，那个说以我们那个司机来讲的话，那更是不错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在那个很远距离的地方就知道说，下一个车站就是有乘客要招呼要搭车。甚至是有那个轮椅的那个乘客，因为有时候轮椅我们，比如说我们大客车要停的时候，我们必须找一个很好的地方。为了要让公车看到，我们就会跑到外面的那个车道去举手。可是这样其实对行人还有机车族都蛮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多了这个铃的话，应该是会比较安全。咱较早咧等公车咱都惊讲无张持公车去走过。公车司机咧驶车，路况真复杂，嘛咱会烦恼讲无看到有人客咧下手。所以即马咱市政府来推动规划即个智慧单车的系统，会当来解决以上的问题。拢总有3种的使用的方式。第一种，咱若是有咧使用大台南公车的 APP， 伫咱 APP 内底，上新的版本内底，就有即个智慧单车的功能。咱选择咱要坐路线，会选择即个我要上车的即个功能，甲试落，就会当直接来通知司机。第二种呢，若是无 APP 外地来的朋友，嘛会当直接扫描咱站牌顶的 QR code，嘛是有即个我要上车的功能，试落就会当来通知到司机。第三种，伫咱现出是有19位的即个候车亭，拢有设置着即个单车的电铃。即个电铃咱甲试落的时阵，阮会通知到司机身边的车机啊。现出是即个智慧单车的功能伫咱3条路线来实施。第一条是咱市区的70号，搁咱第2条甲第3条是咱麻豆嘉义到嘉义高铁站的柑仔石9号甲柑仔石91号3条路线，所有的站牌拢会当来使用。乡亲若咧使用的时阵，会记得通知司机了后，车来的时阵嘛是会记得甲司机下手。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台南市的公车系统现在是率全国之先来启动智慧等车、智慧叫车的这个服务。过去大家的习惯就是在公车上的时候要下车要按铃，现在我们要上车的时候也要按铃。那按什么铃呢？除了就是说在公车站牌上可以用按铃来这个通知驾驶，而且让驾驶远远就看得到这个停靠站是有人要搭乘的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开发手机 App 来搭公车来这个预约，同时也知道说这个公车要到站的时间，就不会发生这个等半天没等到，那稍微没注意到公车就跑掉了，过站不停的现象。因此呢，我想大幅优化以及提升了我们台南市公车的服务品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小黄公车，现在已经扩充到31个路线，服务天边、海角，就是比较偏远地方的民众。同时呢，我们也这个优化了这个公车的离峰时段的服务，就用9人座的休旅车来取代大型的公车。同时，我们现在台南市已经有95部电动公车了那大大降低了公车的排放黑烟，以及对于空气品质的维护也大大增加。那所以说，一步一步、方方面面来提升公共运输的服务品质，也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踊跃搭乘，能够让许多公车真正服务到你的行的便利，也服务到你的心坎里。通常民众发挥爱心，拢会捐救护车、扶康巴士。不过这回科园彩荷女士管理则是要提供家友所使用的洗身躯车，希望这项服务互家友无论热天寒冷，拢会当好好洗一下身躯，对家己的健康，或者是公共卫生拢有帮助。对此，市长委托伫社会局长陪同代表收证。
并回敬感谢中感谢伊长期热心公益，嘛强调市府会善用这份资源帮助弱势。有的朋友哈比较辛苦啦哈，因为住在外面，夏天这么热，哦，你流汗哈，有当下这个对身体的整洁以及公共卫生都不好，所以说这个能够适度的有地方来沐浴，有帮助，的确有帮助。以前如果没有，他们就选择在公共厕所。有时候公共厕所人进人出，地板都是比较湿有时候对一般民众使用也比较不方便。所以呢，有行动沐浴车来支援他们来这个清洁身体是很重要的所以谢谢我们许黄女士发挥大爱的精神她同时也是我们全国好人好事8得奖的得主。去看车，看第二家，30分钟内我就甲买一只车，30分钟内我就甲买车，嘿呀，公共的车主我知道举动的多少钱？我说要我们这真正的算我们便宜一点，他说好，算我们有便宜一点。到最后呢，我就去看，买那个沐浴车厢的人，去看沐浴车厢要怎么做，我就去看，给他估价多少钱，那就给他买了，没有算什么。给那个街友一个方便洗澡，一个热水澡，谢谢市长。小球表示，家有的议题有较复杂，需要社会力量共同解决。目前淡市列管的家友一直到今年5月底，总共251位，超过半数拢伫街头生活，并且就是由社会局甲家友生活重建中心的社工提供关怀服务，其他因有一天会当回归正常生活。台南新闻军局采访报道。台南市南华区公所举办2024台南市国际山野节南华山野乌伊斯的活动，将伫6月23伫南华天后宫来举办。即届结合台南大运动百货，举办山野节的快闪活动。2月1号率先举办快闪的市集，包括副市长叶铁山以及百货业者、超市事业部的协力，拢共同推荐南华区的山野。台南里面最好吃的芒果又是哪里？南化。这就对了，因为我听说南化的土质跟其他这个像关田还是这个玉井比较不一样。那当然，台南各区这6区的芒果都是非常好吃，但是，因为那个南化它有独特的这个土质还有它的这个坡度而且它是属于向阳坡，所以听说栽种出来的芒果品质是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很细致，然后又很甜美。台南的芒果是全国占了50%的产量，也是品质最佳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地点。那南化这个地方，其实刚刚大家有讲过，它的阳光，它的土质很特别。它的土质因为比较偏碱，所以也形状较白、较扎实，所以果实果肉它 Q 弹的对我看丁那就对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我们南化的芒果是打国际杯的？为什么讲叫打国际杯？因为伊拢是外销去国外。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会中除了行销南华的山野，另外还有南华台湾的农特产，有精油、手工的乌糖、加纯正的芳米等，拢是南华在地真有特色的农产。而即届活动还有主厨上菜，邀请料理师傅加副市长共同用山野来入菜，现场做出各式各样无同的山野料理。如果民众错过百货的快闪市集，嘛用伫23号前往南华天后宫所举办的山野节活动。台南新闻的英根采访报道。顽皮世界动物园为了提供游客安全的游戏环境，每一档拢会举办各项灾害演练。今年因为地动较济，园方特别安排动物风投的演练，模拟真实的状况。活动人伫面对紧急事件时，会当有能力反应处理动物甲游客。
最近因为台湾地震非常频繁哦，那地震的发生其实不只是人类会觉得惊吓，那同时呢，动物也会有这个惊扰。那因此呢，在这次我们特地把地震的演练给摆进去，最主要就是希望真的在地震一旦发生的时候，那万一动物一旦逃出来的时候，它对游客可能造成的一些惊吓以及伤害，我们要把它给降到最低。演习当中，会当看到骆驼伫园区内受到惊吓，走去到围栏外口。保育员用一大片的篷布，一步一步减少骆驼的行动范围，并将骆驼引导到较无人的所在，最后才由兽医吹剑发射麻醉，将骆驼安全送回原本的所在。会注意动物当下的状况，然后射击的位置会尽量在它的四肢肌肉比较丰厚的地方，这样比较不会伤害到动物。那比方说，如果射到心脏部位的这部分，会有哪些危害吗？还是怎么样？我们会尽量避免射击到腹部的地方，一般会以它的后肢上部跟是前肢上端的部分去做射击。那如果遇到一些比较暴躁的动物，我们就会改用麻醉枪的部分，就不会用吹箭。这回演练，动物园第一线服务人员以及保育员、兽医等，拢共同参与。除了是要展现专业分工甲团队合作，也是借由训练员工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成立20多档的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20档来演出超过1300多场。这届为了找出音乐的人才，训练精英，协会将在7月20日举办精英杯台湾歌谣歌唱比赛，公开邀请对着歌唱有兴趣的朋友，会用来报名参加。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推展台湾歌谣已经20几年，走过了1300多场哈。那我们一步一脚印到现在，说实在是蛮辛苦的。那已经走了那么远那么久了，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拔擢精英，然后让他创造舞台，能够薪火相传，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7月20号。在华坪里活动中心办了一场台湾歌谣的歌唱比赛，能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选拔一些优秀的，而且对老歌有兴趣的朋友，大家一起来传承，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台湾歌谣可以有一种抚慰人心，维持我们社会和谐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把它发挥。一方面是保存文化，一方面是让我们的文化有它发挥的功能。当年担任该会顾问的市议员林美燕，日前也特别召开记者会协助宣传，因为限量报名人数只有100位，邀请各地介意歌唱的民众报名就要紧。7月20我们歌唱协会为了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台湾歌谣，所以他举办一个非常棒的活动。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参与，因为你对自己一个肯定之外，同时你透过这边，那你更了解我们歌唱协会它的会务在做些什么事情而且你如果可以的话加入会员，你更有机会去表演。这届歌唱比赛协会所挑选的比赛歌曲，拢是家喻户晓的怀念老歌。除了邀请对歌唱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另外嘛希望介意听老歌的民众会用在到场为参赛者来加油鼓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延中球队站由国山署无上半营1.9公顷用地，主要是设立一座8 CNS 的球队站，甲1万栋的地方池，希望有效解决安南区本年寮甲溪新寮长期积水饮水问题。伫中央补助1亿9千万，加上市府自筹款2300万的经费，今年3月底已经顺利完工，所有设备拢投入运作。预计达到安南区有85公顷的保护面积，
市长吴伟贴甲立委陈廷辉嘛特别到场关心，希望有效治水解决问题。原理就是很简单，就是外水高于内水的时候，要把闸门关起来。关起来的话，内水排不出去，就会往外溢，所以我们把它抽进外面来。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希望能确保，因为我们也不能把这么大的土地都垫高啊，因为这边本来就比较低洼，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这个初期15每秒钟15，到这个明年4月就每秒钟23，还有安中抽水站24，那加起来就47咯。23加24就47了。那将来可以更加的对于我们安南区，尤其是这个海当加这个我们的天马电台周边，因为天马电台将来也要发展，那个地方也不能淹水啊，所以说将来这个地方的保护会比较周全。根据了解，虽然园中抽水站本身地质的状况甲大排水位有条件限制，时间过程面临真侪挑战，不过拢一一克服。惠阳水利局嘛表示，中央水利署已经核准补助，预计明年4月搁再增加2台4CNS 的抽水机，完整抽水站的设备。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网红郭鬼鬼坐在警局的电脑前，旁边还有一位帅气刑警边问话边打字，但这可不是在做什么刑事笔录，而是在讨论反诈骗宣导影片的脚本。诈骗就是这样，他是被骗到我打电话给他，深信不疑。对，开始相信他，因为他们还有就是通话，然后那他深信不疑是谁报案的？因为他的账户有给别人。拥有火辣身材、机智反应的郭鬼鬼，人气不限于网络上而已，在许多知名综艺节目中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台南市警方看到鬼鬼的荧幕人气，特别邀请他来协助拍摄反诈骗的影片，增加民众反诈知识。我跟你讲，他简直是苦海明灯，而且他老师刚刚跟我说，他有内线消息可以帮我申购哦，现在只要汇款10万就能加入。我刚刚也加入他就封锁我啊！老师人那么好，干嘛封锁你啊？他就问我说我在哪边上班的啊，然后我就传了一张我在警局工作的照片给他看，要他来跟我喝茶聊天，结果他立马封锁我其实之前有跟那个台中市刑警大队有联合做反诈骗影片，然后其实一直对反诈骗这一块特别的关注，所以这一次2分局找我的时候也就义不容辞了。其实这一次跟2分局合作，是因为又有新的诈骗手法出来了，那每一种新的诈骗手法，我都希望可以拍成影片，然后跟我的粉丝讲啊，只要有看到这支影片的，知道这种诈骗手法，就不会再被这种手法诈骗了。所以只要每次有出现新的诈骗手法，都可以找郭鬼鬼来拍影片，告诉其他人。找网红来宣导，是因为藉由鬼鬼的网红人气，所以想说运用鬼鬼的人气来增加大家那个防诈的知识的识别度。所以特别邀请鬼鬼来替我们2分局这边做一个反诈骗的宣导。郭鬼鬼说，诈骗事件在生活周遭时有耳闻，特别提醒大众加强对陌生连结、名人投资推荐等各种可能的诈骗手法，时时提高警觉，避免上当受骗。周边的朋友啊，或者是粉丝，常常有跟我说，有被就是小额诈骗，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离诈骗还蛮近的，因为像是最近有非常多的连结点选啊，或者是骗账号啊、骗密码，那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诈骗2个字好像都是那种好几千万、好几百万，然后离我很远。没有，其实大家就是离诈骗很近。台南市警2分局也提醒民众，接到疑似诈骗电话不要紧张，先保持冷静，记住1听2挂3查证的防诈步骤。如果民众接获如果是陌生来电的话，那建议的话就是掌握3个步骤，那就是1听2挂3查证。那什么意思呢？1听就是先听一下诈骗集团他要讲什么样的内容，那2挂就是先把电话挂掉，不要让诈骗集团影响你的情绪。3查证就是拨打我们反诈骗165专线，去确认说上面诈骗集团所说的是否是属实。对，那我们经过这3个步骤的话，就会大大降低你被骗的几率。台南市警2分局找到了郭鬼鬼合作拍片，希望透过网红的高人气，加强民众对于反诈的关注。你搞懂了没？带你搞懂网络诈骗事。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
走进亚湾特区内的高雄软体园区，望眼所见都是抗议白布条以及跑马灯，张挂显示在每栋办公楼以及路旁，相当罕见。高软厂商指出，好事多租地设立新据点，并坚持设立加油站。高软园区的厂商担心园区交通恶化和空污问题，在与好事多沟通无效之后，忍无可忍的不得已作为。它没有另外一条出入口的话，全部都塞这边，尤其是假日就会很可怕。对，我们平常上下班时间其实就到 IKEA 那边也会塞，然后就可能就一直就会塞过来。就是要考虑这周边的交通状况，然后需要多开道路的部分也需要做适当的安排，去考虑那个流量，因为这边的整个枢纽就是只有这条路而已，所以如果说这边是唯一的出入口的话，那这边绝对是塞爆的。只有这一条路，对啊，然后好事多的人潮通常都很多。就算是同一条路啦，如果还有一些替代方案之类的，或者是他真的开一条连外道路，都会好一点啊。对啊，不要说就是没有规划，单纯用这一条，那就真的会很塞。好事多引发争议，6日交评大会2度补件还是没能过关。紧盯此案的高雄市议员汤永瑜指出，异想天地停车场大塞车事件因见不远，是否应该尽速因应亚湾未来涌现的人车，提早规划合宜的配套措施，做好把关。好事多本身就已经就是吸客量非常的大，它平常在这个采购的时间尖峰时段车流本来就很多，再加上有加油站的话，其实在各县市都有常常发生塞车的情况，它会降低道路的服务品质，所以当时会要求有这个交通冲击评估，那也要求他们提出一些减量的措施，一些因应的方案。那据我了解，就是好事多也有提说他们会透过这个动线的规划，可是事实上呢，经过一些模拟啊，还有调查呢，应该是发现说如此还是不可行。希望说市政府对于这个亚湾区，那强调它的河岸景观，那也强调它的5G AIoT， 它的高科技，它的绿能，它的近邻碳排，那个我们的碳交所也在我们的亚湾区。希望市府还是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规划合宜适当的交通配套措施。议员提醒，虽然好事多这回没过关，但随着亚湾区商业活动以及人口聚集持续热络，市府应尽速规划相关配套措施，并且通盘检讨该区的都市计划，维持公共交通的通畅。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好，我们的市长、谢市长现在到我们的场中间。比赛前，参加常有活动选手早就迫不及待动起来，台上音乐一下，大家活动筋骨。3、2、1。基隆市长谢国良、体育会理事长郑锦洲及市议会议员施伟正、吴画家张浩瀚、郑文婷及郭美秀共同鸣枪之后，勇士们一个接着一个下水。今天的万木山海上常泳活动，最小的就有10岁啊，那年纪最大有80几岁，所以我想今天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日子。那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在整个游泳的时候，基本上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然后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运动，也预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成绩。但是海上安全非常非常重要，请大家还是要非常小心。基隆万木山长泳正式登场，吸引了19县市2400多人报名，年长者最高85岁，最年轻10岁。泳客们整装待发，准备下水。后面还有长长人龙蓄势待发。日月潭是淡水的嘛，那其他金门啊、澎湖啦、绿岛啦都游过了，然后只是说圆一下全台湾那个海泳的一个梦想这样。去年觉得不错，今年再来一次。对这个地形还有这个环境都很棒。离台北最近，然后它也比较安全，因为它是沿着海岸游。我从中和，中和来，对，我第一次来参加，非常荣幸。2500人依序下水，消防局和一小总队也派出了救生艇在旁借护，确保选手安全。万木山长泳消防局总共动员了24艘的船艇，181位的警役消的同仁，那还包括这次有特别动员了3部的无人机，还有3具的这个遥控救生艇，还运用了船舶的定位系统，那俗称小海豚，所以我们在海上的24艘船艇都有相关的定位，
我们在那个系统上面可以看到，我们24艘船是不是都有在定位上。今年的万木山常有是基隆市1年1度的盛事。那我们义消这边呢，大概有我们救护中队以及我们的救助中队全员出动，然后来协助我们基隆市政府来举办这次万木山的常游。那我想今天的天气算不错了啦。那在这边的话，义消兄弟姐妹啊，那很早就来这边集结了，也是要来完成我们这次1年1度的万木山常游能够圆满顺利成功。报名队伍人数最多的是新北市，第2跟第3是基隆市和台北市。今的万木山常泳啊，有2000多人。在万木山常泳以前是有体位连办了6届，后来因为疫情停办了。而我们今年重新开始，我们今天的天气很好，浪也很明，是一个适合常泳的好地方。也预告一个，我们9月7号有全国健走。在基隆，目前已经基隆市很多饭店都已经订满了。我们希望多多办这种大型活动，能对基隆的经济、旅馆业、餐饮业、卖便当、卖纪念品带来很大的商机。这2年重新再举办了之后，也让非常多的一个市民非常踊跃的一个来参加。在岸上也有许多民众观赏壮观的场面。基隆万木山海星游泳池今年刚整修开放启用，首次遇到常泳活动，场地宽敞又安全，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在我们基隆市政府呢，都已经把安全措施做好的这个状况下呢，其实我们万木山是一个非常多泳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泳胜地，而且呢，这边风景也特别好。那我们的海底下的海洋资源也非常多，所以呢，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呢，带动在地的观光产业发展。看到今年的万木山整个平台，其实比去年好非常多。然后我相信这次今天常有下去也是相对的比较安全。然后今年的主办单位也在这个那个海上也搭了一个横航，那其实让大家下水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全，也比较有秩序。那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办得越来越好。那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基隆市政府在改进的地方，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更多的意见。选手从万木山澳救生站礁岩区开始常泳，沿着海岸至大5轮澳底沙滩上岸，全程大约3200公尺。从空拍角度看，蜿蜒如海上长龙。游海的机会实在是很少，那慢慢经验的累积，刚下水还是有点陌生。会游起来会有点不太适应。万木山常泳泳客除了享受基隆的海岸风光之外，比赛让泳客玩得尽兴，安全上也做足了准备。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